第四届客家贡献奖礼拜日会颁奖的，那里样荣幸客家采茶戏团支持人人从优才会得到艺术类杰出成就奖。74岁嘅从优才，已做戏为60年了哟，做阿出到韩国合作啊非常好，非常成发奇妙。不过可能客家睇戏观众少加很多，人人也一沙沙路路的，亦难免非常急。哎呀，看呐！呀，两人呐！大块套排练嘅剧本，无做戏嘅时间，将优才投入卡度，精炼剧本底部嘅新台词。佢今年74岁咧，二十年唔是做过其他嘅行业。讲到客家戏曲，已经做戏作为60年嘅将优才讲，其实唔盼得看到安尼嘅睇戏，見來見唔落。各地方嘅廟會也好啦，主持人也好，佢聽戲又變咗講，也都努力過，佢本來做戲嘅，冇做戲又做唔得，請佢做戲來做，又冇人去看，哎呦，天才，便宜就好，也就體質問題。講到呢份條路，將優才知道要從佢嘅天氣條款，因為佢嘅戲路適合做阿秋刀。就是用心嚟去研究呢個角色，無論係孫悟空，還係紀錄行嘅小人物，將優才在做呢個角色，聽出係真認真、真認真，會按用心，係希望帶頭來做，會後進啲做乜嘅，所以唱乜嘅。政府也好，也係有乜嘅太極教人也好，支持客家戲，邊莫邊滿到，都要培養後生嘅。安尼將有可能生存下去。而終於將演出嘅相片記錄定將優才嘅舞台人生。而討論你下次上台事實做到真好嘅後生好演員係幾來見笑，但是老演員又係退休，你係其清少嘅素材，你係其清唔盼得退休嘅年齡。將優才感謝平時嘅肯定，但是佢話希望喺公部門提供客家睇戲國家度嘅天數，本傳統文化繼續嘅傳落去，對佢來講，你必得獎國家獎。客家新聞鍾志明，亞利報道。